其實呢香港計數嘅啫嚇，退休如果需要大概10000零2萬蚊都要大概1000至1000萬不等咁樣。用香港1/4嘅成本過4倍質素嘅生活。喂好，我係 Kason， 從事理財策劃超過20年。喺半年前我喺中山買咗樓，今日我純粹用我個人嘅經驗同大家分享灣區最真實嘅生活細節。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問我啦，喂 Kason， 你做咗任何策劃20幾年，點解即係呢個時候嚟到去轉賽道咁啊？即係嚟到去做呢個大灣區退休顧問。咁我會相信其實我又唔係完全轉賽道嘅嗱，因為我以往做財務策劃咁做20幾年，其實咧往後超過一半時間啦，10幾年啦，其實都係幫我嘅客戶係規劃退休。咁只不過嗰陣時候就係當然啦，一般香港人規劃退休，大部分都係喺香港啦嚟到去即係策劃啦，又或者可能會唔會移民啦？其實咧相對較少朋友咧係會諗喺大灣區退休嘅。但係 anyway， 即係當我幫好多客戶嚟到去即係策劃退休嘅時候咧，都遇到一個難題嘅係啲咩咧？嗱，其實呢香港計數嘅啫嚇，退休如果需要大概10000零2萬蚊，咁咧往往咧去到退休65歲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咧都計到出嚟嘅嚇，你用財務計算機，咁咧大概咧我先同埋呢個通脹咧都要大概1000至1000零萬不等咁樣。咁可能好多人就會話：哇，1000零萬，即係講真唔係加埋層樓喎，香港加埋層樓1000零萬可能閒啲，好多人都係啦。我講緊係1000零萬係真係可能 cash 或者係一啲嘅 asset 加埋大概有1000零萬嘅時候，就會令到好多人卻步。咁但係你都冇辦法㗎，因為呢個係一個事實，計埋通脹咧，其實真係醫療數嚟嘅。咁就當然係儲啦，其實大家係可以儲得到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即係近過去嘅幾年啦，其實就好咗好多啦。其實當個交通打通咗嘅時候咧，我哋可能係返國內啦，深圳又好方便啦，或者甚至乎而家港車北上咧，真係令到係大家會睇多咗。咦，究竟我係咪一定要喺香港退休呢？喺灣區退休都係一個選擇呢。咁樣。咁以往可能係你冇灣區嘅即係諗法嘅時候呢，就可能最近嘅就台灣。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台灣係近啊，你飛1個鐘，但係你都要飛1個鐘。其實飛嘅前後呢，你都會冇咗大半日或者1日嘅時間，你就某程度上其實犧牲咗喺香港嘅生活。甚至乎係香港嘅屋企人啊，或者朋友。咁但係開通嘅灣區又好唔一樣。大家我唔知即係有冇港車北上或者揸車。我係會咁考慮嘅原因咧，就因為真係好方便，揸到上珠海咧，其實都係個零鐘嘅時間。咁我自己咧而家係買一層樓咧，就喺中山，其實都係多半個鐘左右。即係如果我香港有朋友話約食飯，其實冇問題嘅。即係我哋可以揸車大概個零鐘翻到香港。食完飯，咁跟住又揸車或者搭車可以翻去灣區大屋嗰度嚟到去生活。所以灣區生活最昂貴嘅成本並唔係買樓，而係人生路不熟。所以我成立咗大灣區第2人生俱樂部，希望將我揾到嘅優質資源同我嘅客戶分享。下期見。